百叶窗的台语吼，多一个较侪人讲。哦，百叶窗哦，美秀这边是来，咱看汤啊，是不是讲啊一节安尼？我看起来敢若袂输真细，敢百外叶。哦，所以讲我就真简单，百叶汤啊。哇，为什么要后背者？恁敢知金门的猴吼，伊这种动物你家己变过来，你会看到伊下骹巴肚，你来一站一站，一坎一坎，对。所以就亲像安尼一坎一坎啊，有无？一坎一坎嘛，而且数量足侪，算袂完，就赶快好霸气。哦，我感觉咧后背切伤文言啊，唔捌听过。可能当有迄个地方的人安尼讲，啊，毋过大部分的人应该拢会讲百叶汤。这个后背册吼，其实是古早名啦。日本时代吼，迄个台志大书店都已经有收这个书啊，所以这是真正正确的名啦。即摆人唔知，啊，即摆人拢安怎直接对华语去啊翻出来，因为百叶窗这是华语名，啊，后背册这是咱台语原来的名。